收看《后生太上宫》，就把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又到了老后生人大追古嘅时节了。大家有想过冇？你2年天咗嗰個動特別樣板型來講啦，因為當年就動到嘅傳染病，不管係當年5月老生命嘅長病毒，還有撇出嘅時節當相當嘅天降熱，還有2020年幾年呢就疫情爆發到當嚴重嘅武漢肺炎新冠病毒。喺個疫情當中，大家都想講樣板型康康健健，樣板型天天貼貼來講嘢咧。基本上你邀請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分享佢哋嘅防疫新生活，眾上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嘅都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疫情期間動少出門，都離不開高天通嘅質疑。多少就有理由做宅女係咪？係啊，動宅哎呦呢。好，等下你看用版型都疫情期間用版用嘅家條做宅女哈。第一首大家小嘅都係理解。大家好，我係疫情期間萬年疫情唔再嘅咩嘅理解哥哥。我想大家哈，可能都疫情爆發期間，真嘅有錢買唔到 Joy M 咯。咁所以等下來看，到底去到哪啲地方係買唔到 Joy M 咯？第三大樓，大家小嘅都係阿妍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疫情冇辦法去東京迪士尼嘅阿妍妹。唔係到底去啊，就冇轉嚟就好。我們本人嘛，冇轉嚟就好。我牙轉來，你就轉來還要管17年。就太搞到一媽嗌鍵盤啦。不過講真嘅啦，就係因為疫情期間，故所同多人想去出國，就冇辦法出國，故所兩下推出嚟台灣嘅旅遊，等就係小嘅係旅遊沙嘅好事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疫情關係，做唔到同人客出國嘅後生。故所兩下開始到台灣土團，唔係土團啊，你兩下唔係土團嘅，你係旅行社業務。哦，業務穿他抖啦。業務咩？點哦，平時老大家手計係白夾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回到小同學大擺出去度教教學生嘅青紅學判酒劍嘅白夾。我知道兩下青腔都冇禮貌，會不會沒有禮貌？會麼？會。好了，你等下我就要叫警衛來，然後你賴出去了。最尾老下小嘅都係小福。大家好，我係因為疫情，我啲屋企斷動到米，都見咗行身唔睇嘅小福。我看嘢，我看全部是你去咧，全部是漏斗誒。我屋企係青島啊，我燉到屋卡，燉到加杜師傅嘅。故所吼，等下就來看一下，多嘛嘅台灣人拄到嘛嘅疫情太爆發嘅時節，就買米啊買東西全部喺燉貨燉槍吼。不過真嘅問題就係，你講個2020年都係全世界嘅疫情就相當嚴重。一開始談到呢個疫情爆發嘅時節，大家新冠度係用版型去想咧，阿志怡。其實一開始疫情爆發嘅時候，我真係有嚇到，因為冇想到有按電影講嘅疫情，按電影講嘅片頭嘛。唔講嘅，嗰陣時我就想，你給台灣按誰咋？大家我人要按到，嗰時候呢，大家就會猜來猜去啊。嗰時候就感覺請講我咩本人猜到，因為我係非常瘦弱，有電影下嘅質疑。我知道嘅電影下，咁大知道你拿出去懂電影下，電影鏡。再過來，唔講呢，一開始 Andy 家就講到最 M 嘅嘛，買唔到。唔過嗰陣時 Andy 屋企咩冇去搶嘅最 M 嘅，因為 Andy 大家都有投入啊，跟我跟阿婆雖然佢啲屋企唔過佢請難食，這個阿婆難食。真佢都冇聽說 Andy 去排練咧，嗰陣時線上預告還蠻快速嘅時間哦，故說大家都冇去排練 ，Andy 要愛帶最 M 嘅，故說 Andy 嘅隔壁鄰舍好朋友就聽說 Andy 去排練咧。哇！就千金買貨，萬金愛買到好零沙，買到有嘅好零沙，然後用天數排練。不過談起來，人家副卡天窗冇數到疫情嘛嘅影響。其實我感覺自己生活當下係有影響到，從一開始 Andy 愛帶真 M 嘅出去 ，Andy 都會唔記得，從我有嘅金魚腦，就是金魚腦。哦，就基礎上10秒鐘。我真的很常要出門，唔過已經準備出門又唔記得帶乜嘅，又轉去。嗰時候嘅我是愛帶真妹妹，就冇按用嘅習慣嘛。我大部分都行到嘅空嘅後嘅時間，張想到啊，愛帶真嘅，我喺坐嘅公車喺車邊，用架啥，又倒轉去，又去拿真 M 嘅。嗰時候因為那個疫情本體就係生活習慣要改變輕度，唔過咩要輕度人投入圈圈，睇自家動動人去接安尼啦，當然輸到影響到。冇唔錯，最 TP 就會延期的延期啊，氣死嘅氣死啊，叫出來叫，係冇，嗰陣時就非常嘅尷尬，因為記得就講留時間，可是又講不知道留到什麼時候，就覺得
不上不下，一放就放到半年过后。就唔知讲安用干啥。哦，两下门安尼传千台式的，白欠啊！你个跳路有本事真正强度吗？当然有啊，我自己我调出来了，你开始嘅发通哦，記得我講延期嘅延期，啊取消嘅取消，我眼就國字嘅發通啊，你出個圈走唔得了，你廖青斗呢？做对啊，你看做6下礼拜过去啊。那个总收入直接少2個零呢，哦哎呦，少2個零，係我本單係100萬變100。原本未冇100萬按到啦吼。我前幾年知道，疫情對於最鬆動、最嚴重影響到你係乜嘅？發通嘅量哦，僅僅小動到，因為哦從兩下吼疫情慢慢吼有轉好咧，以後吼咁個發通未冇轉過來哦。公關公司宣布讓你講哈，哎呦因為疫情嘅關係哦，所以他們在上面的主管客戶，佢講，哎呦。現在唔啲外辦也唔外辦，所以他完全沒有一個確定嘅答案。應該公司冇存錢啊，股數沒拍唔得。係啊，所以僅僅錢係少最多，就是這3年嘅時間，完全係吃老本。還有，像他主持好像帶最 M 嘅，係，我就講誒，股數帶真係我發總係發給冇組就會，還會就唔是。係啊。假使你嘅嘴啊沒有刷牙，賠上人民幣咧。都有。我一開始就講到哈，那個後生在做李航沙嘛，那李航沙那個聽說就本質先影響到咩？係啊，有哦。其實啱講啊，對剩番來講，對啱講剩番冇講動態影響，唔過對啱嘅跳路影響係動態嘅。係啊，因為。疫情啊，你做唔得出去嘛，做唔得出關，做唔得出關是冇錢好賺的啊！但是哦，疫情發生的時間，我感覺心動叫哦。係啊，你少走個跳路的。你哋嘅創意係冇。哎呦，少走個跳路。後生嘅少走跳路就啲鬧熱大擂台，鬧熱跳下來，成個兩馬衝下，心流開那。你喺泰國去吃到家嘅羅泰國係冇？從來就1號嗎？大牛哥來的嗎？大牛哥，嘿，羅斯特風。no，是 lost phone，lost phone，遺失的手機。lost phone，係 lost phone。好咧，你係後生台上講，唔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大擂台，長少看呢個中半夜嘅 TV 節目就看到到台之界。嘅小鳳，你阿夫卡有受到疫情嘅影響到佢嘅成分冇？有。猜影響到我嘅成分，你全部升落去嘅，猜。一開始就講到燉青頭米很用版型哦，我本用去上班，唔免打電話進來，你夾迄頭米買進來，去買麵，去買米，去買乾頭，我買米都幫佢咯，又疫情用嘅較嚴重哦，台灣嘅米啊，係外銷。用法又欠米咯，錯冇？係啊，佢喺度去燉米，結果我唔去買哦，我唔去買，結果我本用自家講進來，我本用就比自己係較高嘅一絲絲嘅天天唔知嘛，而係去講米進來，我可能我不過就係要啊，就讓我講你係唔買多少就冇好食咧，你係唔等車，因為我條路我走到南部去，我走到南部去，我從面話咩係咩講米本來。我哋喺我做下面嗬，15包米，全部太薄嘅。哇！鐵板糖都燉米誒。佢係唔單止李神志，我做下面。你是當2戰。你們就是那一批哦。跟誰不騙到嘅啦？而係當粉絲嚟講啊，而係老闆買冇，我用路行聽到咧，我講姑嫂買2箱，嘅當挑。唔是少咧。而係我講嘅佢做一百。一隻賬號都在衝1箱聽聽哦，遺憾他下線再換個賬號登錄，買2箱的當跳的嘛。當然都換賬號。嗰個王小鳳，你話聲音嘅師傅唔是講咧，師傅，你要為自己好說咧，一次插3張，真件唔可以欠用。不過看下張小鳳，畢竟嗬，佢係從頭安尼南北安尼走來走去啊，那台灣歸台灣走，讓通通走，跟阿師爺嘅條路也成法，有時候疫情嘅影響。
像这样子啊，个疫情刚出的时节，拄好就迄个寒假，我汉语比代表2礼拜的假期啊，都欢喜。先冬天冬哦，天还都不用了，唔去上班。我还好，较当然车道的时节，较出的时节，啊，我拄好要看人同的语言，故说我拄头的语言，不过我知道我无一讲，因为我知道情节做好了就好诶，还有个语言啊，动作规听啊，有咩有听时间要小托，还有个艺人陪病探病的规则，好，故说我就知道语言比其他共享场所都会喊较严。喊啊念跳啊！不过人哋接咗愛出演呢個表演，佢一開始就講到，佢最係咪用解釋？其實因為接上嘅大夫看人肥症，故說我平常時就同佢燉呀最下面嘅習慣，故說呀以前我出來前幾張嘢咧哦，我張聽了25盒嘅50種咧，所以我係大戶。其實做得了解，他連塑膠袋都提起了耶。你走得買嘅，係，我其實我做嘢咪大戶哦，故說嗰樣時大家我有發覺去研究過嘛，嘅一集當平凡嘅疫情之前當平凡嘅做嘢咪一集幾多錢嘛？大家有研究過冇呢？ 6個月，一個月。唔是，平均一個月一個做嘢咪2.625元，便宜哦。當然就係一盒你還算到50元。 2.6。我出接同嘅中盤商來聽，故說嘅一盒頭擺係80元，嘅一行去攞去看，一盒千便宜咧50種係要299元，故說我哋嘅查太多，我眼唔落去，故說我就去嘅衛生所20禮拜實名制嘅做嘢咩，我就去排嘅種。你每年不看按動一下你擺開上啊？他有很多嘴啊。你動作做啊，斷定用啊，唔會冇嘅哦。當然都動怪同佢帶你都在過奢侈的生活呢。哦，因為帶3隻在 M。這樣是東江本人搶了。誒，前幾日我阿斯人吼，給他做一個批報打開了，一開始大家看到嘅，哎呦4個小朋友，哎呦好有錢哦，哎呦5個追人咩，很有錢啊！講嘅就係。韓國人，你幫標嘅在 M。人係看嘅錢，佢係看追人咩？故說佢哋係好讓人吼。嗰陣嘅觀眾朋友想下，那疫情爆發的時間，有數到嘛個讓用過嘛？韓國疫情爆發過後，睇下點到副卡度，要做哪條事情嚟，哪條防疫新生法去睇下，去做到咧，睇下等下再來繼續來打嘴鼓了。你還買隨身攜帶空氣清淨機。可以省當風量人哋拍臉啊，係 USB 係啊，兩個 USB，兩個空氣清淨機。簡報比啦。咩？係132一台。歡迎大家多轉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人們都睇自家一開始談到呢個疫情爆發嘅時節，新冠都用辦經濟上，韓國嘅呢家一開始咩要講到，為到愛買咗嘅咩，買奶嚟通通借啊，結果冇買到係冇，要買到冇，真嘅。完全要買到啦，唔過動貴，嗰種係所以我應該攞去買下，有價點喎。讓變下流廠商。係因為上幾個時疫情爆發嘅時節，哦，當地人家睇下心都凍結啊，見啲萬咧潛在嘅，我記得我嗰時節潛差唔多10件。10件哦，從浴球啊，呀係什麼驅叉式啊，容易擺裂咧，擦面啊，因為動作做有氧運動嘅。係媽媽嘅政府嘅生命值嘅政策，係有。唔過嗰時買嘅做係咩？我記得一隻差唔多要15條，10條都要，當貴。唔過行起愛買啦，因為喺個唔買嘅話，海上唔再買咧。故所就會有錢冇錢都愛買啊，再買嘅。OK，嗰個真經講係有錢咪買唔到，唔過真經講到喺防疫期間，就係政府咪推出防疫嘅新生法，咁還有呢做嘅自由工作者嘛，就是多副卡時間變較長咧，多副卡都用辦法去維持自家嘅防疫新生法嘅阿志。像平常時疫情期間，真係愛出門食飯飯呢，因為冇出門咩冇條路啦，嗰時候出門都會食飯，就會去比較空曠的地方，我們去密閉式嘅，再過來我都帶副卡嘛，都啲副卡耍廢啊，啲副卡做乜干呢？我就搞個動物森友會，我嗱講我嗰陣時係我嘅男朋友貼片買本我搞嘅哦，嗰種炫耀，有買嘅人都提講，你炸嘅水果啊，咪拉布，好嗎？大家都沒有玩。不過到防疫期間吼，阿志唔單止按呢。
跟有防疫期间，不是会网购吗？跟东西送到户卡还那好小。我咱讲，迄东西啊，当危险，韩国爱阿婆，你讲欧巴，你讲咩欧巴？你做这个阿婆的春天，乃吃到阿自己根本就是很得势给阿婆，一下就讲阿婆亲男士，一下就讲阿婆亲欧巴，很用白第一步卡，爱第一步卡，一下爱加上啲防疫期间爱第一步卡，古送爱阿婆就加上，很爱讲，至于爱买嘛该买嘛该嘛，跟买咩去好买东西，跟爱跟阿婆作为第二讲嘅阿婆，他买嘅肉嘅，一听我只听讲爱买日本嘅，古送爱就会 TV 天书记去买嘅日本嘅名录 ，TV 对日本几个来嘅，唔过睇下对日本嘅疫情东严重，佢就讲嘅，他们当红都全部都会狂喷啊！我就来讲，我就是全部狂喷，然后再用个美工刀，哎呦大块再喷，然后再喷，一层一层，全部都要喷，全部喷嗰個酒精嗰向牙將拿起來。係，懂用心嗬。懂麻烦，这动作创跳，一层一层，就近懂到啊！中文嘅全部都我冇咩。就吃到啱做法，就佢同歐巴咧，同炒狗咧。而非係係非常瘦咯，非常得意。好，謝謝謝夢怡，下次謝夢怡感謝安姿勢，嗬，謝夢怡唔是再過來。不過講到咧防疫嘅期間，嗬。阿小鳳，咩買了青島防疫嘅洗電路、洗禮物送俾亞朋友。唔咩，唔咩，免有免嘅係乜嘅意思？唔咩挨愛送嘅，王太太其實老自己差唔多，挨應應本佢咩係拿酒精兼對得挨，係啊挨應應本以後，佢就快嘅佢先買一台空氣清淨機，太台嘅，還有一櫃呢，哦太台，幾多錢？幾多錢？室內殺菌99.9%，係99嘅嗰種，我就想，跟住落嘅佢講佢把 keep 嘅空氣殺菌以後這樣排出來。哇！佢好像買隨身攜帶嘅空氣清淨機。可以整當紅呀？有冇拍臉啊？要配 USB 咩啊？有咩 USB？你係空氣清淨機。簡報筆啦。咩？係132一台，你知嗎？又是一個放生。又是風扇。嘅聲音呢，嗌小湯圓啲底料。董事行，還有義工誒，還有我都係要用一個。冇感覺，一些感覺就冇，因為佢咩唔會噴鹽，佢咩唔是乾嘛嘅，佢就充電。哦。然後就有強勢嘅火。你乜嘅意思？不會都嘅 LED 燈要出。估數幾多都要快，係冇係咩唔啲？因為佢咩唔會噴乜嘅東西出來啊？要幾多錢？呀，中強萬高元啊！騙錢！你買個聖誕燈燈掛起來就好了，買一個聖誕燈喺 LED 有亮就好呀。嗰王太太佢係我講講冇酒精，我用㗎啥？佢係買嘅你裝喺做啲透水。跳2000cc 都得準嘅消毒水來噴，因為充冇嘅酒精嘛，咩做得變到嘅霧化器底杯，讓空氣咩係殺菌嘅。故所我英文就係先酒精，開霧化器，開空氣清淨機，一東西掛電。掛電水幕啊！我講是我腦杯，我英語講我就講你今年掛嘅乜嘅，而看到我馬上打開。不過有時是你做嚟嘅動作其實係求嘅心安，有時是遲到你只要超上啲，你可能效果還做得挺。不過遇到嘅心就是一種花錢消災，寧願去做，寧願多做，不要去少做，會有一種心安嘅感覺。而家我嘅錢吼，到米強龍多。冇啦，米卡多下。跟小鳳有欠來嘅嘛？嚇，冇我雖然太老唔差唔多，佢做得中嘅，來，拜拜。跟米我不在啦，一件30條天天。不過講到正經，因為大家防疫期間，大家生活習慣要改變輕度，嘅阿姨冇要，因為大家防疫要改變人嘅生活冇。我其實冇見少出門啊，係要去醫院。唔講我啲醫院轉來吼，我就會睡到天嚟紅，我就會坐到天嚟紅，我就會自己嘅阿婆當難事。阿婆啲呀啲呀。來啲啲老妹轉來夾死神，唔講我就難事，唔講我哋做唔得坐啲碰電紅。哦，按用係做唔得。換啲天嚟。係我就出入換啲天嚟。他家係要天嚟。係啊，全部都會動事啊。我們在疫情的時候係按用，因為本來就按用咩。如果你根本冇改變，梗係先生辦。
对佢冇影響啊。其其實也是很危險，因為家母佢喺澳洲，佢就喺澳洲。但係我平凡，我上次係我用嘅抗菌、抗霉菌嘅洗髮精，其中嘅抗霉菌唔係抗病毒快跑。我身好多病菌啊，你可以用嘅上部全部發霉。香通唔咁呢啲係健康地方，嘅香通來，明明係較痛，我用嘅種洗髮精，其中係洗眼神。誒，嘅我上次叫我洗白，做唔得當然洗哦，因為嘅抗霉嘅霉菌咧嘅洗髮精哦，佢會攞好嘅菌去洗脫。咁我上次會做嘅，還有我當然屋下咪可以開呀。醫療級嘅空氣清淨機，醫療級，係啊，醫療級。細弄，一台要2萬人。係，咁我留嘅外啲腦波帶咗嚟病菌攞去吃嘅。咁講緊看到你冇病，可能還冇好。係 Q 用，就是你係有片，你還有病，可能冇解好。我外身後都冇病菌。唔做得便宜買嘅。你會記住係病菌啦。你覺得病就係你嗰種根本就冇好。不過講咧，防疫生活吼，今年真緊要動動你嘅生活習慣而改變咧。嘅後先到咧防疫期間要改變自己乜嘅平常嘅生活。其實哦，我哋都要感謝咧，疫情係煙塵咧疫情啊。咁樣講咧，因為我哋平常時做事嘛，我哋啲行查就當然要出去聊。我其實平常時啲辦公室裡面都冇限天花接冇天安這兩種啊。因為疫情嘅關係哦，你睇天花冇響咧。點清啲係當冇限到冇限好雪盤嘅嘢咯，變到可能間田螺啊。不動哦，不動哦，哎呀，係啊，唔都要做嘛，㗎，你可能就是訂單也沒有啦，電話也沒有啦，嘛個時間都冇啊，係啊，變到平常時冇準時下班咧，你下大家全部準時下班咧，本來係講嘛我們是平常6點下班，6點下班嘛，啊6點到咧，大家是會打卡。咁個喊你該做事情，因為疫情發生嘅時間6點打卡，6點10分辦公室冇人。我嘅朋友嗱，差唔多，佢監察因為啲擺疫情，佢將來嘅天路嘅彩地咧，個新街龍破壞。長又喊到小天嘛。係啊，因為兩年之後，生活作息變得很正常。懂啊，其實之前不用動球冇可能數款的嘞，很久沒看的劇也追完了。係啊，咁你老闆知道嗎？哎，你不派時間，派時間，你好恐怖啊！正經講吼嘅，要當因為咧嘅，唔定用乜講係大部分係好得有咧個疫情嘅關係，將做咧本質價嘅，不用聊，多調整一下，做得調整一下。唔過講到白天平常心有漲嗎？那個疫情期間，你做的哪啲事情？其實我有好好充實自己啊！拍影片翕樣片算係充實。這我不要養片，沒有是啊，我線穿長度白啦，咁我當然先嚟翕個 YouTube 高低兄弟嘅片咯。呢啲係馬沙都翕到東澳群哦，係哦。矮瘦兄弟，你咪高低啦嗬！我做乜嘅外島疫情嘅時候咧翕個樣片咧，係因為哦發通嘅預算。轉到網絡上的一種行銷預算，所以其實讓人去做樣片啊，行銷係不斷啊樣，所以杜好我就是個東河嘅發通公司嘅好朋友，佢講哎呦，安用莫是安用你吼，你幫我做一支影片。啊，跟活動主持係差唔多嘅價錢，啊用好麼？所以我就拍了一些業配的影片，所以感覺動河冇受到疫情強多嘅影響啊樣。我後來我喊住到補習班去教書啦，教書嘅時節我大概做 M 啊，因為我講課嘅時節同咗強題啊樣，所以佢做 M 自己模仿片啊。係啊，你說帶下巴，摸好啦，他就會嬲誒係。假設因為教學生嗰個時節，佢呢個強訓咧哦，我就會發現，哎呦，沒有1.5公尺哦。我兼行啊，切架會，中年後生嘅動作，一時上又蠻重嘅。保護切架，咪保護其他。我嘅咩好想，係啊，做唔得咯，我正常性上哦，做唔得安用型哦。嗰時候佢可能。
根本保出过后，加加重回来为高机，你怎么本来声音来假时加重都有。不过前几日来动机在功效停停啦，不过台资个平常时伫咧防疫期间做哪啲事情，韩国伫咧防疫期间，伫咧疫情期间，平常是冇做到，不过听下最常来做嘅係哪條事情呢？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不過唐公一下平湖青島人，青島嘅小屁孩嘛，改嘅。全部改你，全部改你。嗰種我就有。刚才说那个澎湖下沉了2公尺，人太重了。真嘅啊！真的。哎呀，佢平湖嘅天奶就學下去就拜託。係防氣嘅關係啊。我係冇去拍，係小琉球。哦，跟小琉球可能下沉。上共差的。冇按我吧，去小琉球一定會搞浮潛咧，浮潛就哎呦，水上升1公尺。歡迎大家多轉嚟好上台上工嘅節目現場嚇，加入滿到睇自家都防疫期間，自家成法要改變青島，沒有青島嘅公司改咗喺線上上班啊，你係講跨用私信來上班。唔過你採訪要幾年青貼片，佢主持人我講都咪嘅視訊活動係冇？冇錯，動貼片呢，你又來睇分享下。動貼片嘅經驗嘛，因為嗰時節就係全國嘅模擬業，因為主辦單位對2月開始就幫疫期都幫到5月份，就講做唔得啊，聽說一攀啊。嗰時還可以攀的，但是因為嗰時5月、6月差唔多係疫情最嚴重嘅時節嘛，嗬，嗰陣佢就想講跟人哋就用嘅視訊嘅方式好咧，就要動到嘅教室嘛，嗬，比方講總管底下嘅教室，觀眾朋友底下嘅教室，跟同學底下嘅教室，跟外可能就撈總管啊共用嘅教室按用，跟佢哋用班撈總管上家門嘅，比方講主持都小給總管，然後上家門一下啊，比方講小給總管嘅時節，他們就會在投影幕前跟其他間的那個同學們這樣 hello，然後那個切轉來講 hello 安樣，佢唔講係說最後社會就行愛對頂嘅投影幕安樣帶動唱。那個副我想看，會有秒差，會有秒差嗎？有啊，就有秒差，就挨個總上1、2、3去來1、2、3去那個1、2、3去就係有，佢就用到。懂企快，因為記得就上愛挨到啦嘅同學橋下有互動，但是你很叫佢總上鼓勵一下，結果冇上另外用。就冇啊，就總上鼓勵他。啊！哎呀，就真有按慢嘿，真係主持煞嚟啦嘿。我啱想講好，前幾年嘅事情，那個法團可能當個性今天還會記得。你阿聲音。唔係可能唔係讀到經驗嘅，所以你會知道，你經驗係對大家來講，經驗係啲動貼片嘅經驗。唔過，沙下嘅問題自家是係講，對於大家防疫期間，可能要當然多啲青島嘅時間，同頭擺要青島事情上去做。唔過時間越係一年冇，嗰2-3年就過去，本來嘅計劃，本來嘅安算，結果就本時間通得去。你下有時間，你最想去做係哪一條事情呢？阿志怡，我最想去做嘅就係出國去了。不過咧，做唔得做嘅咩？出國去了。哦，因為從以前用辦啦，不過從以前呢，頭擺你1年可能都會至少會出國100-200嘛。我從今年就完全冇辦法，就係感覺講，啊，今年嘅生活真係過得非常嘅財個心。非常的強，俺到自己係強咯，俺咪當上嘅力量嚟啊！俺原本當上嘅出國咧，我受到情感影響是做唔得出國咧。我俺後來就改變我自己嘅想法哦，冇出國，該錢係省下來咧，對不對？省下來的錢，他就因為冇投入啊，總得主持法通啊。你看有時間咧，咪有錢咧，哎呦，做得去做，俺最想嚟做嘅眼袋手術，你看你下，帥氣度係咪增加了30個百分點嗎？啊，鼓手本但係不過該免，就啊右邊比較帥氣，4分啊，好單刀這絕對唔係眼袋嘅問題，嘿，冇個問題，係規種面，這可能睇到好驚哦，對肌，蒙咗是兩件事。冇啦，你本來30分，你係60分，你係要60分。我原本係30分係嘛？本單係30分。冇，原本100分，你下來就130分哦，你也是紅哦。自家講啊，自家。開場講顏值擔當啦。把冠軍放哪裡？拜拜。我講真嘅，阿思妍嚇，啱到疫情期間就冇辦法做，最想去做嘅事情係哪啲？我傾向去同阿志強用
放空、耍废。哎，冇啊，你平常时不这样。你们从来没把这酸都滴奶后，不就滴奶后？寒太冻，因為我就有講，我並冇因為疫情的關係有較寒啊，我喺凍無寒，不過我冇嘅動物森友會天天。老娘老公公，哎呀，我轉去就停停。本期看夜市，哈哈，聽錯都冇錯過。還有我要東上出國，其實我已經有聽呢，先前已經有聽嘅去Okinawa玩。如果大家都唔同意嘅，我你送到會跺腳。我懂結通啊，唔講係幾種時，就懂成邊幾種是4-5嘅，就係懂嚴重嘅時間。我又想講，上來要退錢冇，要刺小聽冇。我又想講，佢假使講做唔得退錢，我定係調皮戲冇。唔過還有後才做得刺小全額退費，全額退費，我就較心安咧。唔過我係喺東上出國，我東上去嘅東京迪士尼，我想去高商業。咁唔係去東京迪士尼。迪士尼啊？唔過日本。佢就係去沖繩了過後，就去東京迪士尼過。我哋下總唔係去東京迪士尼，到嘅台北新兒童新樂園未做到。都唔係無窮啊！兒童感啊！無窮仲有幾冇咩米奇？係啊，我東東Mickey 嘛嘅。東東你就講吼，假使講嘅疫情有較好啲嘅，嘅2-3年內還係盡量冇出國。係啊，咱來之前可能還會找少，還會找到2-3年過後吼。嘅，你講你最想要做係哪條事情？我要去出國啦，不過其實我那個想要做嘅呢，就係去 KTV 唱歌。係去 KTV，因為我知道就算疫情好咧，無論而較好啲，也係其實唔好。我做 KTV 也係素材就係大邊數冇乜嘅槍力，我讓他邊數清槍，又係密閉空間，就會知道想愛去又唔敢去愛樣。我已經有去嘅，我就按我沒有去嘅6-4萬有噴。應該未有去咧。你睇下啲勁衝樣咧賣古董，我就用冇啦，一唔噴啊！所以好奇啊，見哪種嗰種技術，然後你韓國你走在那面，麥克保持安全距離啊1.5公尺啦，1.5公尺啦。你睇上網我有動態嘅，我用嘅自拍棒啊，有當做的。很嚴。到咱已經去嘅，你有想要出國嗎？有啊，唔過其實就算想愛去，咩唔敢去，因為就東京市界會變做老處事啦，老處事啦。冇啊，你上來就本台自己打就好呀。係啊，就係上新聞啊，還要好好愛台灣啦，嗬。不過講咧，嘅後先咧，後先自己咧，你想要做咩事情？我想做咩事情？當然係撈幾多條線講窮人出國啦。你本單跳舞最出國。3年我哋那邊嗰啲日本的日整嘅全部係街。4年我去泰國，去泰國。那6年我去大家現在知道越南最流行的最找新娘。峴港啊！我剛剛差一點說錯話。峴港峴港。佛手橋有沒有？真嘅我啱啲。本來6年我去嘅，那全部咧。後先學一下做唔得出國，韓白做得圖，台自己組一個，還有上台上講嘅那個旅遊團，到台灣都得嗎？走得一定要有地哦，出國的時間是走得進來，走得請便宜咯。我一定要請便宜，是白嘅咧。那上嘅你有最便宜啊！那又嘛，那又嘛。總得傳錢哦，先講哦。一停，應該要傳個公司傳。佢白嘅唔講到個台灣旅遊咧，下做唔得出去嘛，冇咩出外，做唔得出國。台灣因為先前嚟會假出國。假出國係咧下水酒行嘅，像乜嘅漂夫啦，像乜嘅綠島啦，蛇溜 Q 啦，蘭嶼，嘿，我拄好係7-8年嘅時間水酒行，我想講，哎呦，利用這個暑假嘅時間做啲出去啊，定一下，哎呦，結果咧飯店全冇咧，行程咪全冇咧，結果咧春下來咯，全部像那個鬼屋強龍哦，你知嘛？就算係鬼屋，還凍鬼呢，嘿哦。就算你戴了眼，那個眼睛還不敢合眼，你知道嗎？唔敢衰夢，衰夢跳大手。來本地的旁東，你抖心去擺的，最後係奶。後來應該是想講嚇，唔會假出國啦，應該是過去台南河咧覓食自助。哦，結果咧，好食咧。台南個東西今天東河線哎，我就繼續在那個減肥的方向反方向奔馳。故咗啲減體呢個現代，
嘅體重完全冇。這邊跑到這邊，完全搞到兩邊。下來個細細，然後上一睇睇。太太嘅負落去。放題啊！如果講到真嘅台灣，真嘅有千多人，其實呢個世界愛到，世界台灣地圖都動到地方嘛，其實去個千多擺日本，結果世界台灣冇去過幾多擺，想去那片了。其實我咩啦？白強強用上做啲觀念，做乜冇辦法出國，就去國內旅行。因為從頭擺做啲出國，我就冇想去國內旅行。嗰時我咩想去福壽島啊，還有澎湖啊。不過聽講一下澎湖千多人，千多個小屁孩嘛，解嘅。全部改你，全部改啊，嗰時我就人家還說那個澎湖下沉了2公尺，人太重了。真嘅啊！真的。我沒講。你談給我幫你冇啲。哎呀，佢澎湖嘅天奶都餓下去了，拜託。係小澎湖嘅關係啊。我啱冇去拍，係去小琉球。哦，跟小琉球可能下沉。上共差的。冇按我吧，去小琉球你可以搞浮潛咩？浮潛就哎呦，水上升1公尺。咩水？好啦，講埋嘅。我個豆腐下沉1公尺，我下水嘅水會上升1公尺。我下水嗰時，你就都按數，係咪叫你就？講咩東西好好笑笑嘅，小鳳都突破抗疫去過台灣千多地方，小嘅記者本太正。從行人中嘅桃竹苗其實就動到地方做得去嘅啦。搞到會難嘅嘛。客莊旅遊嘛。係啊，台北人較方便咧，基隆、宜蘭，係冇食材嘅飯店種就多誒，下晝出發就做得，唔是大洲去到人佔嘅雪水，係冇？還有嘅南埔動到台南高雄就做得，也加個嘅外島，像嗰條擺連假，人外島去帶嘅離沙。就係1整夜前天咧，人外島整件全部係人，下沉2公尺。不過誒，呢一團節目嘅最尾嚇，先搬一個後生來紹介下，因為佢多個套路，加上會推薦太子家，因為土太家進來了。香港。起來。其實我一開始到進了旅遊業時間，我做嘅是國內嘅套路，啊到兩下我哋呢行啥地方做業務嘛，啊全世界咪。然後爸爸媽媽同我是去曼來維航，其實台灣曼來維是當熟識的。不過我自家下校去嘅地方是從呢度窮樣去外島，啊外島你去到外島看海是躺喺海浪聲哦，有冇就覺得心情很好，動療癒感。所以哦，我就比較喜歡去外島。不過台灣還有一個地方啊，啱啱去過。係咯。我講講啲大家就喺窮下。我嘅所在。鳳頭島。鳳頭島。鳳頭島。蘭嶼啦，鳳頭島。我咩冇去過咧？冇去過係冇？你大家做得窮下去。等下結束嗰啲是。抽一下。抱團啊！係啊，做啲抱團哦，抱團啊！做啲嗰啲自家去。好，你下時間去做啲。好，新年好心，新年好心，新年好心。我可以幫你們規劃，記得還是要付錢啊！觀眾朋友做啲報名嗎？來，請找我報名，報名專線在這裡啊。對。好啦，呢個後生台上講嘅鳳頭島團嗬，差唔多開始做啲出發啦嗬。你觀眾朋友咪想下，你哋熱情嘅季節做到哪度事情到頭擺冇強用，還係你係先發一本熱情嘅人向度麼？等下再嚟繼續打再鼓了。衝愛，一下真係青色很多，因為愛就有帶這誒，沒有寫出寫到清腔哩。如果愛總唔係講愛青色很多，愛東京冇很多，因為可能愛講出來愛等下就很多，總唔得講。我介意講咧。冇，愛其實有啲會很多，冇爽快。歡迎大家多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因為呢個疫情嘅爆發，呢個傳染病緊吹嚟吹去，故所有人聽出嘅生活嘅習慣嘅改變，可能有人會因為安尼平常是冇得寫書嘅人啊，咁變到安尼直接會寫書。啊，有人可能就安尼，看到東西就名就識啦，就名等就來識啦，可能佢相忘啊，就會安尼嚇。你下就問下自家。即係講，唔知呢個疫情當中，唔知道改變狀態，不管係心理上嘅改變，也係講習慣上嘅改變，改變狀態係乜嘅不減。我改變狀態是我嘅興趣，我興趣緊變緊抬口，我唔定用乜嘢來安用。不過咧，因為我當年嗬，
總唔敢去田信封的嘛，咪唔敢去外邊買東西學的啊，所以當然了，考個吳博義啦，傅胖達啦，大天爬本機機會上師傅本嘢當然目足千倍啊，所以我當然算係托住夾葡萄東河群嘅田人，還有去到我係沙發當背，還有看天時，我係目足東摩漢哦，嘴巴咪目東摩漢哦，還有貴熱 couch potato。故所你白劇唔正經嗬，你看來見太強，你做唔得做安尼後生台中公嘅顏值擔當用。啊，係安用。我用嘅叫用嘅眼大，就可以兩邊就好。神奇不同啦，我瞬間變瘦。好了，謝謝白劇。好醜。那個安尼嘅鄉親朋友，還有所有觀眾朋友看到白劇，用去乜眼皮會準退，而準退啦，那眼皮就準退啦。OK，阿小鳳，唔知道廿個疫情嘅期間，你改變水態嘛？改變水態就係我哋嚇搭擺王太太要出門，我去市場我就要提上去，唔好講買米了，唔好講買米神豆了，我看還有持續緊嗬。係啊。嗰我正要貴小個人就係講，你下出去不管係溪流台啦、朝天台啦，嘅樹我記得唔好學白變，唔好學白名，去而家辦公室嘅我保持嘅距離，係啊，嗰我轉到屋卡，一啲位有寫數嘛，係我檢查一下，係用茶菇來寫，跟住要肯記用內外加工大力丸嗎？要我記得還要講嘅內外加工大力丸。哦。還有口訣，我係時間咩？我用上你相關啦。咁我啱遲到正經因為呢個關係，本台之家講到，大家要看到嗬，2020年嘅5月本單係衝病毒大爆發嘅時節。係。2020年5月完全冇衝病毒大爆發嘅。大家全部記得寫數嘅。因為大家又記得愛寫數，故所兩個病毒嘅傳染嘅車來車去嘅情況又較降大嘅，故所嘅理解知道大家疫情期間唔改變水態嘛嘅。唔改變，其實應該上係學習，就係講。好多真嘅好好整下大概時間啦，我知道，因為人生要推薦嘅按趕快，弄人家快些好冇啦，因為因為我同我啲朋友去啲國外讀書啊，去紅葉，其實佢哋當年都會轉來台灣，也係留喺木行業向下嚟聚餐啊，聚在一起等等。不過因為愛用嘅關係，佢哋可能轉冇來咧，也係佢哋搶時，有啲搶時轉來看到動歡喜啦。不過有啲朋友係轉冇轉台灣，嗰時係會有一點小記掉啦，就會知道你用嘢唔啲。他一沒有總會發生乜嘅事情，會好好地想。其實兩面係因為大家疫情太爆發，有段時間會看到一日當中就全世界，你看到台灣嘅時間冇準，當初冇乜嘅疫情，不過你看到全世界嘅時間就看到一日當中就測到兩個新冠肺炎嘅人，就有32萬3人。因為兩個新冠肺炎來過世嘅人，當然就是對新增加應該5300、6300咁樣去，會知道嘅，你人生係咪因為咁樣一下就點提起，一下就唔見提，故所我知道理解，有一種給人家懂偷貪嘅感覺。人生是不是老了？老了。真嘅老咧。真嘅啊，跟阿志一樣知道咧。我剛剛最睇嗰邊就係我對錢啊，應來應捨，跟用辦公咧，因為你係唔係唔似解佢？你就冇條路咧啊，唔過你係行去買東西啊，我係親口發錢給人啊。買網拍，唔錯，還有啲富胖達咩一貴啲嘛，吳博義，係啊，都懂貴嘅呢。你係咪男朋友落買？好點點哦，不錯呢。就是個老闆，係冇就冇辦法，因為又冇賺錢又會罰錢。再過來係乜嘅？因為你會帶最誒咩啊？故送嘅人嘅粉刺，咩印來印到，像人哋屁股那片粉刺，還有哎呀下巴啊，全部人嘅美容師都講，哎呀你的鼻子跟下巴粉刺怎麼那麼多？其實他想要賣產品啦。我係長春嘅體質。我有啲咩？冇唔錯，像阿小鳳你看，你係做嘅布料嘅，很長春，真長春。係，再過來係用白天嘛。係，你對以前印來一下有粉刺啊，不過有一件挺好嘅事情，用白，因為像以前啊，我3不2時就會很多，像一下像家下有講到嘅腸病毒哦，腸病毒嘛。青少年啊，像我一下真係青少很多，因為我就有帶最沒有寫出寫到清腔哩，我總唔得講我青少很多，我東京冇很多。因為可能我講出來，我等下就很多，總唔得講。我唔介意講咧。冇，我其實有啲會很多，冇爽快。咁我家下講，睇下講到係體係呢個習慣上嘅改變。
嘅後生而來分享心態等項嘅改變。係對我來講，我你一年前對我來講改變最大係我做事嘅想法。因為我頭擺係土團嘛，個人嘅投入，老大家講一下，你投入係又走又簽，冇走冇簽。年輕嘅時間，哪有團走得土呢？冇土是冇簽好傳的啊。如果該是我哋倆之前，年輕發生之前，我哋到公司，你到立行啥地方做業務，所以哦，年輕發生嘅時間，我做得平常時窮用上下班。啊，雖然講冇買嘅錢好傳啊，不過個底薪還是照領。因為辦個拄好，因為公司啲部嘅關，個會議嘅關係，我本來你睇下看到，其實係後來是係土機，然後公司嘅大家係屬實啲嘅台灣啊，少計大家地方嘅風土民情啊，所以我其實對我來講，我當感謝天公伯嘅安排啦，係啊。那你就繼續沒工作吧。沒有，我現在有工作啊，也有投入，業務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在疫情發生之前，我剛好轉職，剛好轉職，所以說這個你說要不要送我們便宜？人說換得好不如換得巧，要不要算便宜一點？我跟公司說，最主要我講嘅就係佢冇做嘢，沒有底薪做得了哦。入社合作咧。不過講正經啊，因為呢個疫情本體制改變當中，不過可能還有下擺可能嚴重嘅疫情，我哋要做好提前綁錢來準備。最尾給我們阿爺們來講下，你知道用ban銀綁錢來準備，超前部署。我來講個結論，當下流程上，平常時哦，酒精呐，有做嘢咩吼，就平常時我卡就會有啦。我得到一時嘅吼，大家都會相搶，造成社會恐慌，按就唔好。還有家有講吼，嘅遊行有生人咧，還有啲學校做生人就啲，跟每年都固定時間重片托啦，啊個流感嘛就會太爆發太時行，佢假使講生意車到都當地人講哦，係嘛？古時候嘅情節啦，危險天才出錯，古時候家有講，因為前一部動認真去對付一新冠肺炎。古時候車到重片托啦，嘅流感嘅人就少動到。古時候我知道，就算呀新冠肺炎冇見起嚟，較好啲誒。情況較好誒，嘅習慣係要保護自家習慣係要安樣。我唔錯，我知道阿爺咪講咧，兩句話真嘅咩係本啲觀眾朋友一個提醒，即係講，就算兩個疫情就係較天貼咧，較穩定咧，唔過啲平常時嘅生活習慣、衛生習慣，誒咪嚟做好咧，保持啲嘅防疫時生活，我接洗手，保持社交距離，出外時記得我帶定做嘢，希望大家有個康健嘅生活咯。唔記得下禮拜同樣嘅時間，我哋繼續嚟。關後生太上宮，要花太假宮，拜拜，拜拜，長來了，去了親愛哦，什麼，還動作呢？啊，耶，非常開心。然後做啲正經做啲撩一下，嗰啲時間撩咩？風喺度。係家風哦，紅豆島，紅頭島，為什麼叫紅豆島？